OK，前文再續，師住上一回啊，上次就講到曹爽班人咧就中意搞啲前衛嘢啊，啲新思想啊，又中意食五石散啦。咁然之後咧，食五石散大家都知係毒品咧對身體有巨大嘅危害，甚至係所有成癮性嘅食品都係有少少危害嘅，好似糖啊，好似酒啊、煙啊，即係雖然就唔到毒品呢個層次，但係長期大量咁頻繁咁食用咧，都會有好大嘅危害啦。咁其實喺呢一點上可以延伸一下，所有支持你放縱嘅自己嘅慾望，無論係乜嘢慾望，無論係人定係事定係物，都有好大嘅危害。例如某啲中意叫你去經常玩一啲即係放縱你某啲慾望嘅嘢，嗰啲朋友對你嚟講都係一種危害。咁而家回到翻五石散就長期食用咧，就會出現一種咩舌縮入喉、咩溶瘡陷背、頭痛欲裂、腰痛欲折，即係腫脹欲缺，即係自殺啦，心痛如刺、百節酸痛等多種症狀，基本上呢個人咧就唔長命噶啦。咁推廣呢樣五石散嘅人咧，就當時嘅何嫣咧就係何嫣就係曹操嘅養子，當年好似係何進個仔，但又唔係記得幾清楚，反正就係大貴族啦。何嫣咧食藥就食到魂不守宅、面不華色，咩精爽煙浮、容若枯木，反正就係命唔長。其實就算司馬懿唔懟冧佢咧，其實佢已經如壽仲登夫噶啦。但係問題咧就係愛好同埋風氣咧，係通常由頂層開始流行，然之後咧啲中下層嗰啲人就相信，呢種嘢上層啲人中意，我哋應該效仿呢啲先係真正嘅時尚。就好似而家歐美好多人好中意標榜自己食素食，又因為啲有錢嘅人經常都好推崇嗰啲素食，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唔係嚴格嘅素食主義者，但係佢哋都會跟風。我係有一個素食嘅標籤，我就顯得我高級一啲，或者就好似美國特朗普中意美黑咁樣曬到自己黑黑地嗰種，其實嗰種就係有錢人去沙灘先至出現到嘅狀況，就有錢人好多時候就定義到好多審美啊同埋時尚咯。咁然之後何嫣呢，就作為曹爽時代無論係政治定思想都係一種時代嘅點講，係一種巨星級別嘅人物。佢咧就將呢種食五石散其實就係拍藥呢種行為好醜陋，而且用好醜惡嘅行為咧，就通過佢嘅一套哲學嘅思想包裝起身，將佢同一種文化同一種前衛嘅風氣綁定起身。其實單純嘅毒品唔可怕，喺道德嘅約束下咧，其實吸毒始終係好少數嘅人。但係如果你將毒品包裝成一種時尚，成為一種風氣，哇！咁樣對呢個社會嘅摧殘係毀滅性嘅，真係成個社會風氣就係呢種不良嘅引導之下咧，將本身就秦漢嗰個時候貴族係講求咩咧？修身治國平天下。上馬殺敵，下馬安民，出頭拜相呢種自強不息，同埋呢種創造自己功業嘅嗰種氣質風氣，全部扭轉咗起身。諗下我哋以前漢朝嗰陣時，文治武德，君子行健，自強不息。但係最近半個世紀呢50年漢末崩潰之後，三國時期，成個社會啲風氣江河日下，信仰開始崩塌啦。就好似向住啲唔可控嗰啲方向一瀉千里，就好似90年代嗰陣時，一切向前看乜嘢都做得出，乜嘢都可以搞得落。咁然之後咧，喺公元249年發生咗高平陵之變啦。呢啲所謂代表正史之風嘅代表咧，何嫣丁密呢班人咧，就俾司馬懿整死咗啦。咁然之後咧，
創業咗成大半世嘅司馬懿咧，就攞翻佢呢個已經俾人帶偏咗少少嗰種最高嘅政權啦。時代係咪要翻去本身嗰種正軌呢？唔係喎，社會風氣唔單止冇扭轉，甚至司馬家族就成為咗呢幾百年積弊嘅一種嘅催化劑，醞釀出最恐怖嘅惡之花。華夏民族目前為止最恐怖、最可怕嘅寒冬，係從司馬家呢班人即係嗰種種嘅缺德嘅行為中，慢慢咁行埋嚟。喺歷經父子三代謀國之後咧，司馬家好似睇落去好似掃平咗所有嘅障礙喎，終於要將曹魏呢個江山換名換到自己司馬家名下啦。眼見就要成功，殺死咗曹髦嘅司馬昭。喺滅亡咗蜀國之後咧，就其實已經開始咁井井有條咁安排啲手續啦。將魏國呢個江山咧就轉到自己名下啦。咁然之後咧，司馬懿咧就佢自己呢個超級高齡嘅情況下，將曹魏三代優秀嘅呢個曹操曹丕曹睿全部送走晒之後咧，然之後再通過高平陵政變奠定咗自己嘅基業。仲死之前咧，仲要平定埋另一個同佢同樣差唔多 level 嘅王陵嘅嗰種叛亂，解決咗淮南嘅第一叛啦。咁司馬懿嘅大仔咧，司馬師咧，又都可以頂住咗吳國。甚至同埋嗰陣時嘅諸葛亮嘅一種攻擊，解決咗淮南嘅第二叛。本身司馬懿咧，其實只不過係奠定咗一個藍圖草圖啫。然之後咧，司馬師咧就終於通過掃除異己廢天子平淮南二叛就將呢個草圖升級成藍圖，成為咗一個真正可以眼見睇到，大家都覺得大勢所趨啦，真係。然之後司馬家族咧，通過所有嘅理論安排，所有嘅實力佈置，喺司馬師嗰個時代咧，其實已經佈置好晒啦。等到司馬師死咗，司馬昭咧就喺佢老豆同埋佢嘅哥兩代人留低嘅班子呢班人嘅拱衛之下咧，就平定咗淮南嘅第三叛啦，就整死咗當時勢力最大嘅自己親戚諸葛誕。而之後呢個時候，曹魏呢個三國時代嘅頭馬，居然係第一個俾人懟冧嘅，仲要係死喺自己最強嘅雙花紅棍身上。但係曹家嘅血脈咧就冇認輸喎。曹髦就成為咗好少數王朝末年居然仲有血性嗰個天子。佢唔單止個人嘅武力勁，佢個腦仲好勁，即係基本係已經死局啦，真係兩班人已經呢個棋盤上面，居然就好似當年金庸小說入邊有一個玲瓏棋局，玲瓏棋局本身就已經係捉無可捉噶啦，所有棋已經基本就已經係冇晒生機噶啦，但係咧就通過自殺，等到對方實一片棋，然之後反而仲翻有，居然峰回路轉有轉機喎。曹髦點落棋？曹髦就將自己條命來落棋，我送俾你殺，我就用自殺來走出咗我呢個終局嘅呢一步棋。喺公元260年嘅5月初6，曹髦就佈置咗 A 計劃。當時嘅庸從僕射，即係宮中侍衛嘅長官李超咧，就收到命令開始部署啲甲士，即係啲披甲嘅士兵。注意士兵披甲同埋唔披甲，佢戰鬥力咧係天同地嘅。所以喺古代咧，你收藏刀槍劍棒咧
都未必係算係謀反。但係如果你收藏甲胄咧，即係啲盔甲咧，咁你就基本可以釘死你係謀反嘅啦。咁 OK， 然之後回到呢度啦。李超佈置咗呢啲甲士之後咧，準備第二日上朝會嗰陣時咧，即係朝廷開會嗰陣時，懟冧司馬超。結果咧，第二日居然落雨喎。咁然之後就改期開朝會啦。唉，真係其實就十分之可惜。嗰陣時消息係完全冇走漏嘅，係有機會成功嘅。就好似福建阿袁子休殺死爾朱榮咁樣。唉，可惜啦，就真太可惜啦。其實曹髦呢個計劃真係好耐，即係好多人都冇提過呢個計劃嘅。佢係想喺個大殿入邊安排啲死士，一啲甲士，等阿司馬昭上殿嗰時整死佢。唉，其實呢個計劃真係好高成功率嘅，但係呢個突如其來嘅大雨淋熄咗佢嘅希望啦。你今晚可以保密，但係第二日、第三日你冇可能保密㗎。你安排一個着住盔甲嘅士兵埋伏喺大殿入邊，可能瞞得住人啦？隔牆有耳，人心難測。點知道李超會唔會背叛自己呢？點知道嗰啲死士係唔係會有自己嘅諗法呢？時間越耐，情況就越複雜。咁實在冇辦法啦。阿曹髦就放出咗大招，就係破呢個玲瓏棋局嘅一招。佢後面所有嘅行為邏輯，佢都唔係為咗搏命，都唔係為咗可以有成功嘅希望，就係想擴大影響。曹髦甚至直接就對住司馬超嗰個鐵桿嘅心腹眼線侍中王枕、散騎常侍王業呢啲人，可以直入宮殿嗰啲陪伴喺佢身邊嘅人，其實就好明顯係司馬超嘅人啦。直接就同佢哋講：司馬超之心，路人皆知，我要整死佢。然之後周街唱，將個消息唱到郭太后嗰度。郭太后咧就係司馬家嘅鐵桿嘅盟友啦。郭太后咁，然之後曹髦呢一套打法咧，其實目的就係為咗令宮中所有人同司馬昭報信，然之後咧就敲鑼打鼓咁衝咗出宮，衝咗出皇宮。佢唯一嘅目的只能夠係將影響搞到最大，將個局面搞到不可收拾。我要掟波，我要翻台，我要掀台啦！然之後咧，曹髦就闖雲龍門啦。雲龍門就係宮殿嘅正門。然之後中國歷史上呢個第一階段亂世嘅最大變量咧就出現咗啦。其實本身政治博弈全部都應該要暗箱操作嘅，要大部分人都睇唔到，得個小部分人知道。結果咧，佢衝咗出皇宮之後咧，就呢個好複雜嘅政治鬥爭咧，就變成咗一種現場直播啦。居然全天下最大嘅皇帝，居然俾當街捅死咗。你唔好話係皇帝啦，你就算係一個市井流氓當街俾人捅死，呢件事都係可大可小啦。人命關天啊嘛，咁你靜雞喺後巷懟死就冇人理啦。到司馬昭話事嗰陣時，其實司馬家已經佈局篡位已經係10幾年嘅啦。司馬昭對於點樣搞後面嘅手續咧，其實已經係了如指掌噶啦。你曹氏，你基本就冇咩機會翻身嘅啦。你點樣跳？我已經佈局咗10幾年啦，從上到下全部都係我啲人，從中央到地方全部都係我啲人。你曹氏係冇得翻盤嘅啦。結果咧，曹髦衝上街直播全成個京城啲人望晒，仲要直播俾人懟死咗。呢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真係冇人諗到。居然仲有啲咁嘅玩法㗎！你皇帝居然當街俾人懟死，你後尾靜雞咁求其懟冧佢，冇人話你㗎，但係你居然當街搞埋啲咁嘅嘢，即係聽講天子俾人懟冧咧，就經常聽講啦。但係
咁多年嚟當街天子俾人懟冧咧，第一次啫喎。就好似算啦，唔好亂咁舉例但係咧，但係隨住曹髦勇闖雲龍門喺洛陽城街頭俾人懟冧咗之後咧，大家就發現曹魏本身就實死冇生嘅呢個真龍棋局咧，就居然有少少生機嘅喎。司馬家呢個黑棋雖然仲好大優勢，但係曹魏呢個白棋仲係有回旋嘅餘地喎。因為你做得太過分啦，司馬家，你搞到大家都唔安樂啦。曹髦始終係求死嘅啫，佢用自己嘅死就俾司馬家留低咗個詛咒啦。呢個江山你哋司馬家好難接㗎啦，你點接啊？你如果係因為大家仲記唔記得啊？皇帝第一最緊要係咩啊？有德行喎，功業同埋德行。你司馬家就算以後有功業都冇用喎，你有冇德行啊？你當街懟死咗天子，你有乜嘢德行啊，大佬？你點樣解釋啊，大佬？司馬家要叫曹魏江山，第一正規嘅途徑始終係得一個，承接天命，天命所歸你司馬家，咁大家先至服你。但係前提係要你司馬家又要有德行，又有功業，係咪先？結果你光天化日弑君，喺古代呢個罪冇比呢個罪更加大嘅罪㗎啦，真係。你罪人，你仲想乜嘢啊？仲想有咩德行可言啊？大家點服你啊？司馬昭，你起碼你呢一代冇可能去坐皇帝啦。咁當然啦，你仲有個仔嘅，係咪先？但係你個仔接唔接得住呢個盤呢？係咪先？你三代人一代二代牛 B， 但係好多人就三代四代就已經唔得噶啦。君子之責五世而斬喎，大佬咁隨住曹髦呢個當街俾人捅死咗，咁司馬氏即係要即係篡位呢個流程咧，就已經停低咗啦。嗰陣時司馬炎即係司馬昭個仔咧，先24歲，又冇任何資本。咁然之後司馬孚一脈咧，司馬孚就司馬懿嘅細佬。十分之有趣嘅就係司馬孚咧，一直都係大魏忠臣嘅喎，唔同佢嘅哥一個政治立場。咁當然啦，係咪真係唔係一個政治立場咧？咁好難講啦。但係起碼表面上咧就係好大魏忠臣咁樣。咁如果你司馬懿咧，你謀篡位唔成功，咁可能分分鐘嘅司馬孚咧就係大義滅親，將做翻大魏忠臣，收割你嘅政治遺產嘅喎，大家族就兩頭下注，好正常嘅喎，係咪先？你呢一脈佢搶位搶唔到，咁我呢一脈咁我做翻忠臣咯，點樣都有榮華富貴。喺呢種局面下咧，其實係非常之有利於曹家重新攞翻個權力嘅，因為只要你司馬家你唔直接叫做好似曹操咁叫咩魏公，有自己嘅封地，即係嗰種即係公國呢個級別嘅封地啦，實控嘅封地，咁你嘅政治遺產咧，你就冇可能傳低嘅啦。咁樣曹魏班皇族咧，仲有機會攞翻啲權力翻嚟嘅喎。你唔去到最後嗰一步嘅話，因為公同埋侯係完全唔同嘅級別嘅喎。霍光咁牛啦，但死咗之後咧，劉病已咧，劉病幾咧，一樣可以恢復皇權成功喎。東晉咁鬼死弱，但係世皆大族互相彼此制衡咧。行溫咁強大，都係始終冇可以加狗石，可以封功建國，都冇辦法將自己嘅權力合法咁樣繼承俾自己嘅仔。只要你唔去到嗰一步，後尾啲人，你啲政治對手，
你其他嗰啲大族咧就可以搶翻嗰個大權翻嚟，咁咪變翻平衡咯，係咪先？本身其實司馬家呢一步就已經係死棋嘅啦，嗰陣時司馬昭都冇幾條命嘅啦，但係真係萬萬估唔到司馬昭臨死之前，居然自己同自己上難度，居然又好戲劇性咁攞低咗蜀漢喎。你有咁大嘅功業，先至令到你有機會進行嗰個封功建國呢一步其實真係你回頭睇二世爭蜀呢個成個過程，你真係好難唔感嘆個歷史嘅神奇啊！個上天好似真係呢個階段就唔希望漢人永遠咁佔據歷史嘅舞台，咩蠻夷戎狄呢啲少數民族，其實好似老天爺就係想俾佢一個機會上來舞台度做下 show。秦漢帝國400幾年行到司馬家篡位嗰陣時，其實就已經係完成咗亂世崩塌呢個劇本噶啦。司馬氏個晉國從開始建立嗰陣時就已經係超級跛腳嘅獨角獸啦。所謂嘅第一帝國嘅君權神授，即係秦漢構建起身嘅君權神授，幾百年演化落嚟，佢係三足鼎立，有三腳好粗嘅大髀嚟撐住嘅，分別就係德行、忠誠同埋孝義。德行就係總綱，一切所有合乎規矩禮法合乎所有事物運行嘅規律，全部都叫做德行。忠就唔使講啦，就係對呢個官僚機構嘅控制嘅手段啦。你哋必須要忠誠於上官，上官必須要忠誠於皇帝，皇帝先至可以最簡單最輕鬆，一張調令就可以換一個地方嘅長官，就可以咁輕易咁做到呢一點。呢一點其實你如果喺西方度諗，簡直梗係匪夷所思你幾千公里嗰個皇帝一張紙，你就想做我哋呢度嘅大佬，憑乜嘢啊？呢件事如果喺西方簡直係冇可以想象啊，冇辦法想象，根本冇辦法想象，甚至而家都冇辦法想象。一啲議員而家西方嘅啲議員其實都係本地嘅一啲勢力，甚至係受到本地勢力嘅支持先做得上啊！你中央一張紙你就想到當地做領導，憑乜嘢？真係憑乜嘢啊？係咪先？但中國就可以做到，秦漢就可以做到，皇帝就係有呢種咁嘅權力。咁然之後呢？孝係咩呢？孝就對呢個最基層嗰啲人嘅控制手段啦。你要聽老豆老母嘅話，你要聽老人嘅話，咁樣你哋呢個家庭矛盾呢，你自己喺自己屋企入邊解決。我呢，就冇咁多官員咩機構，冇咩咁多基層領導幹部來處理呢啲咁嘅事，你哋自己搞掂。你哋呢，只要係結構越簡單越好，從民就到官。千祈唔好話問咁成堆亂七八糟啲人，我點管理呢？你只要俾糧食、俾錢、俾人俾我得啦。至於你哋點樣解決你自己嘅問題呢？你哋就一定要孝順，聽老豆老母，聽老人。總之你哋自己搞掂，唔好理我。德忠孝三條大髀就撐住呢個君權神授嘅呢個神聖呢個運行，所以咧嗰陣時中華大地咧，所以個內部消耗摩擦咧就可以降到最低。咁然後天命有主，神聖不可侵犯。啲亂臣賊子咧就係冇心冇膽冇能力做到。然之後百姓咧就係忠君愛國孝順父母咁然之後咧，咁你皇帝差唔多水準可以安享太平，坐穩江山啦。咁就算皇帝有個黐線，走唔走出個黐線都冇所謂。咁雖然即係如果極端情況下每一代都黐線咁定係例外啦。咁大家都可以忍受，成個社會嘅運行咧就好穩定，根基咧就唔會變。國家有忠臣，屋企又有孝子，成個社會咧就可以好平穩咁運轉落去。但結果咧，司馬家喺呢個
篡位嘅路上咧，就將全部不可控嘅因素全部都打爛晒。除咗孝表面上仲還 OK 之外咧，忠就唔使諗啦。你大魏忠臣啊，你都做篡位啦。咁德行咧，你當街捅死咗曹髦，你真係3隻腳你少咗2隻啦，你點仲撐得住咧？天命從此就唔再神聖啦。喂，你咁都有天命嘅話，咁啲世家大族邊個唔係比你更加有德行？邊個比你更加忠誠？邊個比你更加孝順呢？你憑乜嘢做呢個天命之主呢？喺司馬家篡位之前有過2次禪讓，咁2次禪讓睇落去啊，好似整色整水冇咩用。其實佢哋有目的就為咗一個，我就要維護呢個天命嘅神聖，就維護呢個天子係真係天子，要大家要做呢場戲，要繼續做落去。但只要核心體制呢個大廈根基冇俾人推冧咧，後面嗰啲人咧仲可以照住呢個套路繼續玩落去。就好似一間店咁樣經營模式，呢套模式係可以盈利嘅，後面接手嗰啲人咧按住呢條模式咧都可以繼續盈利喎。但係你係要自己搞創新，係要自己得罪晒啲供應商亂七八糟啲人，咁樣你咪冇辦法繼續盈利落去，你只能夠執笠啦，大佬。王莽當時嘅第一次禪讓雖然佢後尾15年咧就搞到天下亂七八糟，但係佢上台之前咧係的確係十分之即係各方面都無可挑剔。佢係冇軍隊，居然係真係通過民選士族百姓民選上台嘅，即係你冇辦法否認佢嗰種程序上面嘅正當性。然之後尾曹魏接受漢獻帝嘅禪讓，從天命嘅角度嚟睇，亦都可以包裝成替天行道。因為東漢後面嗰100年真係無可救藥，真係最尾群雄割據，然之後大家各個階層都認為你哋劉家係時候應該換位啦，即係搞到天下大亂，你冇能力啦，你冇呢個能力，你就落台啦。咁然之後曹操又真係靠自己嘅能力，一刀一槍打翻個天下，補翻個天下翻嚟。然之後嗰陣時前嗰排195年嗰陣時，一啲西北軍閥玩到漢獻帝成乞衣咁樣，咁真係你漢朝最後一個遮羞布已經冇晒啦。喂，呢個乞衣喎，你嘅天子 ，excuse me， 係咪先？曹操呢個奉天子以令不臣嘅軍閥，其實真係喺當時係維持咗天命論最好嘅過渡人啊！當時嗰班大漢嘅一啲為老為少，雖然係心入邊就接受唔到曹家代替漢朝，但係佢都認可的確天命比其他人都係可以嘅，真係。尤其係曹操係以漢人、以漢家呢個漢室呢個名義重新縫合咗天下，其實就將呢個君權神授呢個體系咧，就補充咗一個可能性啦，就係老天爺選咗曹魏做下一代嘅話事人，同時咧又俾咗舊嘅天命一個體面喎，咁就可以消滅各路蠢蠢欲動嘅山寨嘅天命啦。咁然之後權力嘅過渡咧就好和平咁交接，係咪先？其實天命大家睇落去都係會轉移都幾合理喎。曹操打住劉家嘅招牌，然之後就縫合咗北方，咁睇嚟天命就有可能過渡一下喎。而且漢獻帝佢晚年嘅待遇都幾好喎。大家唔好以為曹丕接受咗漢獻帝嘅禪讓之後就懟冧咗漢獻帝，唔係喎，嗰陣時仲係好溫和嘅。漢獻帝甚至有自己嘅封地，甚至晚年仲生咗小朋友，仲生活都還 OK 喎。甚至佢係曹丕死咗，漢獻帝都仲未死喎。咁就好體面咯，就係好體面、好溫和呢種交接，係咪先？本身曹魏搞得幾好下嘅呢個過渡呢個禪讓其實都 OK， 國家平穩，百姓安定。結果你司馬家咧趁住曹魏一
一個一個話事人，成日都30-40歲死鬼咗，搞到後面咧就冇接班人，居然喺最後落水發誓，一嘢捏住咗曹魏嘅命脈，將呢個權力揸喺自己手入邊。咁當然啦，其實大權旁落咧，係咩朝代都唔新鮮噶啦，東漢就已經好常見噶啦。但係居然你司馬家想要換名，想要將呢個江山社換到自己名下，如果話司馬懿同司馬師呢兩代人喺謀國嗰時候君權神授，最後仲有塊遮羞布嘅話，咁司馬昭當街整死咗皇帝曹髦之後咧，就真係已經係成條底褲都冇晒啦。你殺完皇帝，你哋司馬家冇任何懲罰，仲要攞到天命做皇帝？大家就有好多諗法啦，係咪先？而且呢個諗法唔單止係啟發咗漢人嘅士族，甚至啟發埋啲少數民族唔同嘅階層。呢個事就非常之恐怖啦。後面五胡亂華啲五胡啲首領自封皇帝，大家都係好唔客氣嘅。喂，我打咁大嘅地盤，而且我呢個人嘅德行咧，我覺得我好過司馬家喎，咁我點解唔可以做皇帝啊？我憑咩唔可以做皇帝啊？喺司馬家之前幾百年，北方嗰啲鮮卑烏桓，西北方嗰啲羌人，邊個敢稱皇帝嘅？個個都覺得自己冇咩底氣，個個都覺得自己就係好似自己喺度搞笑咁。但係司馬家之後咧，大家都係，喂，我唔差過你司馬家嘅喎，係咪先？天命唔神秘喎，唔係上天指嘅喎，上老天爺都唔係一個好老豆喎，其實全部都係呃人嘅。邊個拳頭大，邊個就可以做皇帝。既然你司馬家可以做皇帝，點解我哋唔可以做皇帝啊？點解我哋呢班大臣唔可以做你哋司馬家？我哋都想做皇帝喎，我哋都想學你司馬家咁樣做皇帝喎。咁然之後大量嘅野心家就開始蠢蠢欲動啦。鳳凰係高貴嘅，係高人瞻仰遐想嘅，但係如果鳳凰落難咧，就真連雞都不如啊！因為雞就係雞，冇人，唔係所有人都對雞有興趣，但係鳳凰一樣喎，所有人都係夢想將鳳凰當雞咁玩一下嘅。咩落難嘅大小姐，落難嘅大小姐嘅劇情，天命唔神秘，忠誠就唔值錢啦。咁然之後你點樣攆住呢班官僚呢？你既然你又只能夠俾利益啦，仲要俾好多好多嘅利益俾佢哋，先至可以餵飽呢班蠢蠢欲動嘅野狼啊！幾百年前都係宣揚忠臣。西漢時候嗰陣時，周勃兩父子兩代人，周勃、周亞夫，唔同嘅時代挽救咗危亡嘅大漢。咁當然啦，雖然後尾周亞夫死得好慘，其實周勃都死得好慘，但係咧後世對呢兩個父子都係高度讚揚嘅。霍光雖然廢咗皇帝，雖然佢啲子孫搞震，但係佢呢個人對大漢嚟講係忠臣，係擎天巨柱。喺最尾麒麟閣11功臣嗰度排序，霍光仍然係首位。張騫越獄，蘇武牧羊，喺極度困難嘅情況下，佢哋都唔會失去作為一個漢朝臣子嘅節操。班超喺孤身萬里之外，喺冇任何資源嘅情況下，將西域治理得服服帖帖，然之後到老都落葉歸根，翻長安，將個西域嘅政權交翻俾漢朝。呢一個忠臣良將係一啲符號，係一啲光輝榮耀，激勵住後面一啲臣子忠君愛國、為民操勞、明言直諫、守土安民。好多時候天子一句話，愛卿真乃國之棟樑、社稷之臣，對於好多人嚟講就已經係好過好多物質、好多爵位、好多封賜噶啦，係嗰種精神上面嘅獎勵。但係而家到咗司馬家，
你忠誠講起身，你司馬家同我講忠誠，我都覺得係笑話。天命你同我講天命，喂，你上次先當街懟死咗天命啫，你要我效忠你啊？我見到你都覺得核突啊，大佬。所以名頭好響嘅咩竹林七賢嗰個碗直喺嗰個年代就寫出咗反諷嘅《大人先生傳》，佢闡明咗嗰以下落邊好經典嘅道理啊。君立而略興，臣妾而賊生。君主制從建立開始就開始暴戾，官僚體系從建立開始就產生咗亂臣賊子。點解啊？咁當然唔係一開始就係，但係咧，你司馬家就已經係，真係禮崩樂壞啊！錯制禮法束縛下民，統治階層要創造禮法，一層一層咁束縛人啊！欺儒廢狂，藏智治神，欺辱誆騙愚笨嘅百姓，隱藏嗰啲智慧核心嘅做事方式，顯得自己好似神咁樣。弱者窺視而凌暴，強者窺視而凌暴，弱者憔悴而示人，強者日日擘大隻眼，都唔放過欺負嗰啲弱者嘅機會。一啲弱者日日好憔悴咁樣，都無奈咁服侍其他人。假廉而成貪，內險而外仁，罪志不悔過，幸譽而自襟。高官呢，個個都扮晒好廉潔，其實個個一個比一個腐敗，個個都心如蛇蠍，但扮到自己仁義忠良。罪禍臨頭又不知悔改，好彩遇到貴人提拔呢，個個驕傲自大。以上呢，就係碗直寫嘅嘢啦，呢啲嘢真係貫穿時間，真係好通透嘅，真係。但係點解係嗰個時代先諗得出嚟呢？點解之前就冇人寫得出嚟呢？司馬家啊！碗直就對呢幾百年嘅禮法就聽慣睇慣啦，但係佢已經唔想理啦。劉伶甚至係裸奔飲酒啊！阿嵇康咧，佢都唔想理司馬家，結果咧就俾佢唔想理嗰個鐘會害死咗。咁瀟灑咁彈完廣陵散之後咧，就從容赴死啦。唉，然之後咧睇透咗現實，妥協咗之後咧，山濤啊、向秀啊、黃庸咧呢班人咧就為司馬家效力啦。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唔係每個人都有咁嘅情操。主義既然就已經虛無啦，忠孝忠義已經係一個笑話啦。咁人生剩低咩可以追逐呢？就只能夠物質咯，向前睇咯，向名位、向權力，向聲色犬馬靠攏咯。千祈唔好同我提咩道德情操，咩高風亮節，攞錢嚟。嗰個時代，大家睇住司馬家，就因為拳頭夠硬，就攞低咗個天子呢個位啦。基本嗰啲人就諗兩件事，第一件事，我哋屋企幾時可以變成司馬家啊？咁另一班人咧就喺度諗，另一班人就唔諗點樣成為司馬家啦。另一班人就諗，我要玩到盡，我要爽到盡，我要全社會大家一齊道德滑坡，大家一齊奢侈享受，大家瘋狂墜落，甚至任海咧就可以講出啲咁嘅說話喎。一餐飯1萬錢太平啦，我揾咗半日都揾唔到可以落筷子嘅餸。王濟同埋王允就打賭都係1000萬錢起嘅級別啊！佢喺屋企用錢鋪地先啊！甚至有一次，王濟請司馬炎去屋企食飯，司馬炎就覺得呢道菜幾新鮮喎。咁然之後王濟就話呢道菜咧就係揾人嘅乳液來蒸嘅，所以就好新鮮。當然後尾同阿石松比咧都係小兒科啦。嗰陣時奢侈最大名頭咧就係石松。石松係邊個咧？就西晉大臣石苞嘅幼子啦。咁然之後咧，佢哋屋企嘅廁所咧就奢華到我哋真係要聽相聲先聽到啦。佢哋廁所咧就叫聽雨軒，入邊有10幾個女僕咧就侍候。
去完廁所咧，你就要除咗啲舊衫啦，要着件新衫先可以出嚟。然之後石松亦屋企飲酒咧有個規矩，成班靚女咧喺側跟服侍，然之後靚女斟酒，如果客人唔飲咧，石松就當場要侍衛殺咗呢個美人，因為咧唔可以惹到佢唔開心。最著名咧就佢同司馬炎嘅舅父黃海鬥富啦。黃海咧就揾糖水擦鑊，石松咧就揾蠟燭當柴燒。黃海咧就用40里嘅紙絲鋪帳然之後咧石松咧就用50里嘅錦布織成嘅布帳。然之後黃海就輸到眼都擎埋啦。咁然之後佢嘅皇帝外甥司馬炎咧就開始發力啦，送咗佢一株2尺高嘅珊瑚樹俾佢去石松家度扮晒嘢咁。然之後石松一睇，剝爛咗佢。咁然之後黃海就開始急啦。咁然之後石松就話唔使急。然之後攞咗幾株3-4尺高嗰啲珊瑚樹俾佢，真係荒謬到極點啦！真係，即係司馬家喺立國當初咧，統治需要最粗嗰2條大髀已經掹斷咗噶啦。咁當然啦，佢仲有孝順呢個大髀，但係對唔住啊，你孝順唔得噶嘛？你孝順就做到皇帝啊嘛？人人都孝順自己老豆老母噶啦，但係你司馬家唔係我老豆老母，我點解要孝順你咧？係咪先？萬物有因就有果，你做啲咁嘅選擇就會有啲咁嘅花咁嘅果，惡之因就會開始惡之果。出惡之花，出惡之果。然之後司馬家烈火烹油之後咧，就面臨咗中國歷史上最可怕嘅因果報應啦。司馬昭入蜀之後咧，就面臨咗一個問題：邊個做接班人？因為佢快死嘛，要揀仔做接班人。佢有2個選擇，第一個就司馬炎，第一個就司馬攸。點解會出現呢2個選擇咧？大家唔係一直都話咩？嫡長子繼承麼？問題嚟啦，屌，2條友都係佢嘅嫡長子，就咁鬼死神奇。呢度解釋下點解要有2個嫡長子啊？首先咧，司馬炎咧係司馬昭呢一脈嘅繼承人，咁係嫡長子冇問題啊。咁然之後司馬攸咧又係司馬昭生嘅，係佢第2個仔，但係咧，佢就過繼咗俾佢嘅哥司馬師咧做繼承人。咁然之後司馬師咧在世嗰陣時咧，雖然好能力好強，司馬師咧先至係司馬懿嘅嫡長子。佢在世好強好勁，但係佢生唔到仔，所以咧，但係咧唔係話司馬師冇生育能力，只不過咧係佢第一任夫人夏侯徽咧。講起身又好搞笑，夏侯徽咧就係當年司馬師整死嗰個夏侯玄嘅女。真係怪唔知佢老婆23歲就死嘅啦，真係好似2個人生咗5個女嘅。司馬徽死咗之後咧，即係可能某啲程度上就搞到司馬師就冇咗生育能力，佢後尾都生唔到仔出嚟，仔又生唔到，女又生唔到。咁司馬師係嫡長子都生唔到仔，咁點算咧？呢個就係司馬家族嘅第一個報應啦。呢個報應一環接一環後尾係環環相扣，反實你啊。然之後呢個歷史上最神奇嘅家族互殺咧，個劇本就開始拉開咗帷幕啦。呢個就第一戰君權神授嘅信仰崩塌嘅結束啦。然之後即刻開始嘅咧就第2戰，點解政治人物要進行一種演戲嘅表態咧？敬請期待啊！